大家好，我係當清，一個退咗休嘅職業賭徒。今次我會同大家講兩樣嘢，第一樣係講下21點流動嘅發展史，第二樣就係我決定退休啦，所以我會將我而家有嘅21點項目正式全面交晒俾第二梯隊。如果你有興趣嘅，可以加入我哋。第二部分就係講下加入嘅條件啦。第一部分先講下21點嘅流動發展史啦。21點其實本來唔係一個賭場遊戲。佢原本係一個17、18世紀嘅法國紙牌遊戲，一副牌冇乜莊家優勢嘅概念，純粹係娛樂。直到1931年內華達州嘅賭場合法化，21點就正式喺美國被引入，正式成為咗一個體制入邊嘅賭場遊戲。之後開始有人除咗用隨機或者娛樂嘅方法去玩呢個遊戲之外，開始引入咗 expected value， 即係期望值，作為呢個遊戲決策嘅最佳選擇。大概1960年就發展咗第一個 basic strategy 基本策略表，當時只要用呢個策略表就已經可以超越賭場，獲得真正改寫歷史嘅就係算牌嘅誕生。喺1962年嘅時候，由一位數學家 Edward Outram 作嘅 Bet the Dealer 呢一本書嘅出現，震撼咗全球嘅賭場。佢首次用數學嘅公式證明咗牌局唔係獨立事件，棄牌會影響咗未來牌嘅分佈，亦都係玩家可以從中獲得正 EV。佢亦都巨細無遺咁樣將數牌嘅原理、數牌嘅方法講咗出嚟，之後就大量嘅人用呢一個方法喺賭場嗰度無往而不利。自此之後，賭場就開始不斷嘅反擊。首先佢增加咗牌嘅數目，賭場第一個諗法就係牌越多你就越難去數，但係呢一個反擊其實犯咗一個根本性嘅錯誤。首先佢由一副牌加到兩副牌，兩副牌加到四副牌，跟住6副、8副，最終都係冇用，因為算牌嘅核心從來都唔係記牌，而係只係將高低牌嘅比例記住。結果玩家優勢的而且確係有降低到，但係冇消失。跟住1980年到1990年度，佢哋又諗到一啲新嘅方法。佢認為問題既然唔喺副牌嗰度，佢哋發現你越後嘅時候就打得越大，所以佢哋就可以睇你打幾深嚟決定。所以佢哋就決定提早切牌，降低個 penetration， 有啲甚至乎只係俾你打到50到60%。呢一招的而且確成功趕走咗大量嘅業餘算牌客，但係職業玩家仍然可以喺入邊揾到正回，因為只要注碼可以變，手數夠多，就算切牌深度增加都只會降低佢嘅。大概2000年前，賭場正式承認失敗，亦都有公司發明咗連續洗牌機。去到90年尾，賭場已經知道無論做乜嘢都冇辦法可以制止，最多只係減弱算牌客嘅得益。於是連續洗牌機因此而誕生。就喺2000年前開始，各大嘅賭場就開始陸陸續續轉換成連續洗牌機，即係第一代我哋成日見到嘅蝸。喺呢度我都想補充一下，蝸牛機並唔係一夜之間全球變晒，係由2000年開始，由幾個關鍵嘅賭場慢慢一路變出去。首先係由拉斯維加斯，大概係由05年到10年開始，幾乎全面低注碼嘅21點全部轉晒洗牌機。但係高額投注區佢刻意留翻入靴嘅方法，原因係佢想保留一啲傳統嘅玩法俾大客戶，但係佢就會更加嚴謹咁樣管控同埋監控佢哋。然後澳門2004年到10年就陸陸續續由金沙第一個引入自動洗牌機之後，威尼斯人、永利、美高梅開始全面，最後連普通嘅賭廳都用晒洗牌機。澳門係第一個地區幾乎全面用洗牌機去處理21點問題。新加坡就喺2010年全面轉晒洗牌機。雪梨、馬尼拉、歐洲等等都陸陸續續喺2008到2018年之間慢慢將入靴全面轉晒。歐洲仍然有少量嘅賭場，佢都係用拉斯維加斯嘅策略，就係日頭就用洗牌機，夜晚一啲高額嘅投注區，仲有少少係用傳統入靴嘅方法，不過亦都會好好咁樣去教。洗牌機嘅出現，正式全面封殺咗算牌。佢嘅原因並唔係因為佢會即時洗牌，最主要嘅原因係你用完嘅牌係會即刻擺翻入去個洗牌機嗰度，令到玩咗同未玩嘅牌都重新交換一次，令到你算牌冇辦法可以從出咗嘅牌去獲得額外嘅資訊。呢一個就係洗牌機最大嘅作用。好可惜，洗牌機出現之後，雖然解決咗算牌，但係佢原來本身都係一個問題。
首先第一代我哋講緊嘅 1-6，即係第一代洗牌機，佢都係一個實驗性質，係唔能夠正式採用喺21點嗰度。正式採用嘅就係 1-6嘅第二代洗牌機，佢所有賭場當時轉嘅都係呢一部機，佢可以處理最多6副牌，亦都係全球當時最通用嘅。但係好可惜，呢一部機好快就俾職業賭徒發現一個更嚴重嘅漏洞。有呢個漏洞根本就唔需要算牌，佢可以直接從呢個漏洞獲得下一張牌嘅資訊，個得益仲高過算牌。因此之後就出咗第3代嘅1-6蝸牛洗牌機，佢好快修復咗嗰個漏洞。但係好可惜，俾職業賭徒又發現咗，佢為咗修復嗰一個漏洞，又出現另一個機器漏洞。但係喺短時間佢又冇辦法發明第4代洗牌機，所以喺嗰個時候，1-6嘅2代機同埋3代機不斷地重複喺賭場俾人用呢個高階漏洞賺好多錢。但係呢啲漏洞當時都算係一個秘密，冇乜人願意講出嚟，所以業餘嘅玩家少咗好多。佢哋就採用一啲方法去揾一啲懂得呢個漏洞嘅人，因為識得呢個漏洞嘅人遠遠少過識得數牌嘅人。早幾年終於出咗一部最新嘅鱷魚機 Shuffle Master， 有啲人會叫佢做4代機，但係呢個叫法未必好準確，因為佢唔再係1-6系列，係由另外一個系列 Shuffle Master， 佢嘅形狀好似一隻鱷魚扮咗喺張台度咁，所以我哋一般會稱呼佢做鱷魚機。佢嘅目標就係要解決2代機同埋3代機嘅問題。首先佢會用6副牌以外，再可以額外加多2副牌，即係8副牌。另外佢部機器嘅聲音嘅運作完完全全係唔同，所以懂得打2代機同3代機漏洞嘅人，再冇辦法可以喺鱷魚機揾到類似嘅漏洞。呢一部機一出之後，我哋都好努力先至可以揾得到佢翻嚟。經過咗好耐嘅努力，我哋終於喺2年前正式揾到佢最大嘅漏洞。所以我哋而家好多時都會去賭場操作呢一部鱷魚機嘅漏洞，而賭場到而家都未必知道個漏洞嘅來源，只能夠喺我哋贏好多錢之後，從最終大量嘅數據懷疑我哋並唔係一般嘅玩家。所以只要我哋隱藏得好，賭場要發現我哋係非常之困難。而且我估計暫時應該得我哋一個集團發現呢一個漏洞。最主要嘅原因係我哋有去操作嘅鱷魚機漏洞，全部都淨係得我哋一個集團有操作，其他人仲未有人操作同樣嘅漏洞。當然佢會唔會有其他嘅漏洞，有其他人喺度操作緊，呢個我就唔清楚啦。但係最少我哋發現到嘅呢一個大型漏洞係仲未有其他人同我哋一齊去操作。21點曾經係賭場最好玩嘅遊戲之一，因為喺外國佢係最早出現，亦都最受玩家歡迎，盈利亦都係最高。但係自從 Bad Dealer 呢一本書出現之後到今日，21點已經變成咗賭場又愛又恨嘅一個遊戲。一方面佢能夠吸引到大量嘅客戶，同一方面佢亦都充滿住俾人逆轉賭場優勢嘅方法，所以唔開呢個遊戲佢哋就會賺少非常多嘅錢，但係開呢一個遊戲又要極度小心咁樣去保護佢哋嘅旗。其實中間仲有一啲插曲，例如喺入靴嘅時候，有啲仲係人手即場喺面前洗牌，可以做一個追牌漏洞啦，或者從牌嘅紋理可以做到一個紋理。所以21點始終都係一個問題最多，但係又唔能夠取消嘅賭場遊戲。第二部分就係今次嘅團隊招募啦。大家都知道我已經退咗休啦，所以好多我以前自己要親自做嘅21點項目，一係就擺咗喺度，一係就交俾第2梯隊。而家仲可以操作嘅賭場確實都仲有好多，所以唔想嘥咗佢之餘，亦都想俾相對啱啱新進嘅人有啲機會攞下經驗，賺少少錢。亦都俾而家我哋舊有嘅同事可以帶下新人，一代一代咁樣傳落去。所以如果你具備以下嘅條件，你就可以試下聯絡我哋啦。第一個就係你必須要識得基本策略，第二個你亦都要識得數牌。如果你知道機器漏洞，例如2代機聽機漏洞、3代機嘅系統漏洞，或者最新第4代機嘅邏輯漏洞，就更加會加分啦。喺度亦都簡介下，如果你嚟到嘅話會有乜嘢角色咧？你通常會成為2個角色。第一個角色就係股東，當然你同時都可以係操作員啦，因為只要你有資金、有技術，你一方面可以打工賺錢，另一方面亦都可以佔一份。第二個就係你冇錢，但係有技術嘅話，你就可以純粹成為一個操作員，專心幫股東去賺錢之餘，你亦都可以儲自己嘅資本啦。但係如果你有錢但係冇技術，唔好意思啦，暫時我哋而家呢個項目就冇適合嘅崗位，因為我哋真係唔需要純粹嘅投資。更加唔希望有外行人指揮內行人嘅事情出。聯絡方法就喺我嘅簡介頁入邊，有我嘅 WhatsApp， 最主要大家聯絡我都係用 WhatsApp 最方便嘅啦。有咩問題可以喺下邊留言。
如果大家仲有啲乜嘢想知道，或者想我特別講下嘅，都可以喺下邊留下言，增加下我嘅。記得 like 埋我嘅頻道，撳埋新片通知嘅鐘仔，like 我嘅 Facebook，follow 我嘅 Instagram。